快见长公主殿下。滚！是。公主。 谢谢叔。我不会让你有事的。穆罕究竟有什么特别之处，竟能让你如此袒护？儿臣腹中已有了穆罕的骨肉，还请父皇放过穆罕。哎呀，有了身孕，为什么不早说呀？儿臣一切安好，只是穆罕他……这谋害郡主可是大罪，何况你已有身孕，此人来历不明，不可留。你若是喜欢他这样的，待你为朕诞下皇孙，父皇多赏你几个便是了。父皇，这父子连心，若他不在，儿臣也难安心养胎。再者，穆罕并不是谋害郡主的凶手。穆罕昨夜一整夜都与儿臣同榻而眠，他哪来的机会下毒呢？可是为何他的铃铛会出现在祭瑶屋中？穆罕的铃铛早在几日前遗失，怕是被有心人捡到，故意栽赃陷害。父皇要罚，便罚儿臣吧。哎呀，好了好了，只要你安心养胎，替朕诞下一个皇孙，朕便放了穆罕。谢父皇。报，禀君上，太医来报，纪瑶郡主昏迷不醒，危在旦夕，恐怕凶多吉少。怎么会如此突然？恐是纪瑶郡主体弱，加之伤势过重，一时间昏迷不醒，汤药难进。纪瑶的外祖是朱颜贵胄，如若救不活他，得罪了朱颜，那就让穆罕给他陪葬。儿臣遵旨。若是纪瑶公主安然无恙，父皇可否下旨放了穆罕？朕答应你，只要纪瑶没有事，朕就放了穆罕。但纪瑶如今的情形，连太医都束手无策，朕劝你啊，还是别白费力气了。儿臣愿为了腹中的胎儿试一试。好，好，好，朕允了。谢父皇。阿叔，你当真怀了他的骨肉？是又如何？你之前说过，他只是你的玩物，怎会怀了他的骨肉？不过是怀了一个孩子而已。哥哥若是介意的话，大可与我划清界限。阿叔，你知道的，我在意的不是你的孩子，我介意的是他不配你为他走这一遭鬼门关。哥哥若是没有别的事，我就先走了。从脉象上看，君主伤势并不严重，只是君主日日昏睡，汤药难进，求生意志薄弱，恐怕是日无多了。求生意识薄弱，他可不像求死之人。孙太医，你速去重新开几副药，记住一定要亲自煎药，不可假与他手。是。
醒了，你可吓死奴婢了。他还没死呢，哭什么？记住，一会儿喂他喝孙太医亲自熬的药。这个温言说，竟敢趁我生病刺杀我！我定要告诉君上。郡主，你这几日汤药难进，一直昏迷不醒，是长公主救了你。你说的，当真是温言说？他竟有如此好心！喂，侯爷这是何意？什么意思？倘若不是因为阿叔，我真想一剑把你给杀了。叔，待阿叔的孩儿长大，知道他的父亲是一个如此卑贱之人，定不会与你相认。看来侯爷还是挺有自知之明的。你什么意思？我什么意思？侯爷心里最清楚。你的伤很重，先回去医治吧。所以公主肚子里的孩子是贺川的？不重要，你只需要知道，现在大家都认为你是孩子的父亲，就够了。殿下，欺压大人奉君上之命前来给您送补品，此刻正在大殿候着。公主殿下，君上非常担心您的身体，让我携孙太医送些补品来看望您，顺便也为穆侍卫诊治诊治。多谢父皇好意，待慕寒身子好些了，我便带他进宫谢恩。那臣先告退了。慢着，这几日不知怎么了，每逢夜里，本宫都觉得头疼欲裂。孙太医不妨留下替我诊治。刚好近日我得了几坛好酒，倒不如品完酒再回去。那恭敬不如从命，多谢殿下美意。这是逍遥法，无色无味，可让人内力尽失，暴毙而亡，让人查不出原因。本公主有孕在身，便以茶代酒，敬大人一杯。此酒乃是真草，大人可要好好品尝。谢公主殿下。这酒怎么，不合胃口？好酒！公主，孙太医那边已经准备好了，请您过去。哦，那大人慢慢品尝，本公主先失陪一下。
酒楼了。哈哈哈哈，好酒！有劳公公，一点心意。公公，这是阴年阴月阴时出生，还是个孤儿，作为民夫最好不过。就是他了，走。穆侍卫，你好大的胆子，在公主府你敢行刺！居然敢算计我！今日便是你的死期！你3日之内，务必要全城百姓知道，凉阴郡主的名夫容颜绝美。谢大人，小的马上去办。世子，真的是你，你还活着？我以为你……为了接近温言舒，为了报仇，我需要你帮我做件事情。愿为世子赴汤蹈火。慕寒，你把他带走。慕寒，我是君上的人，你敢杀我？今日欺压自己送上门来，我们可别错过这个机会。世子为何要在公主府杀欺压？欺压若是死在公主府，会让君上和公主互生嫌隙，这样世子前面所做的一切，不就功亏一篑了吗？君上疼爱这个女儿，就算欺压死在公主府，君上也不会怪罪于她。你知道我是谁吗？你是谁？你杀了他？他在背后污蔑公主，
我只是想替公主教训她一下，结果一时失手。一时失手？舒儿不信我。公主，公主，你们怎么能？他可是君上的心腹之人呐！今夜，你什么都没有看到。公主，欺压因非礼我被处死，我也因此动起小产，对吧？没错，没错。走。哎呀！欺压的死，我需要一个合理的解释。如果我说是一时失手，公主信吗？他身上的伤，可不是一时失手能造成的。他杀了我全家，连孩童都不放过。公主也会为了我们下等人而难过吗？所以你选择留在我身边，也是为了找机会复仇，是吗？若不是舒儿抢走我，我哪有机会呢？我可记得初见之时，你便想杀我。现在呢，也是一如既往吗？那如果我说是，舒儿会如何？这也不过是在驯服你的过程中多了一丝丝困难罢了。我要你从身到心，完全臣服于我。明日随我进宫，想活命就听我的。父皇，欺压不仅醉酒非礼了我，还不知轻重推了儿臣，导致小产，这些太医都可以作证。父皇，那可是你未出生的皇孙呢。孙太医，是否属实？属实。行了，你们先出去吧，我要和他单独谈谈。是。欺压到底怎么死的？他可是朕身边1等1的高手。为了保护公主的安全，我无论如何都要将他击杀。若不是你讨公主的欢心，朕早就把你杀了。记住，除了讨公主欢心之外，最好不要再有别的心思。是。君上，属下已去叶廷领罚了，下次不会再犯错。你最近办事越发的懈怠，难道不要你胞妹的性命了吗？属下不敢，定尽心竭力效忠君上。看看了，来，这不错。来，您看看，给我把这包起来。好嘞，好嘞，来，您拿好啊。哎，来看看嘞。好了，不美了。瞧瞧瞧。
父皇，紫商州那边可还有异动？禀父皇，自从先子商王以谋逆之罪处置后，新子商王司胜倒是十分乖顺，主动上交兵权至京都，并且缴纳了2倍的朝贡。紫商州占据临洮咽喉之地，必须要确保万无一失。朕本来以为紫商州血迹在前，其他州郡便不敢再生事，没想到他们竟然暗中养兵，不拿朝贡，触朕的眉头。父皇，是否需要儿臣？太祖当年统一不易，毕竟太祖是一名女子，妇人之仁呐。将容各州藩王世代相袭，玄黄在外频频借故征战，还是先解决外患，再除内忧。父皇，如今临洮国库空虚，而玄黄兵强马壮，恐怕难以一战。邻国朱颜可是财力雄厚，临洮有难，下一个就是他们。举国上下，人人岌岌可危。与其和谈，想必不难。儿臣愿远赴朱颜，游说国主。好，紫商州一事，你办得不错。这次可不要让朕失望。你若缺少人手，可自行裁决，即刻启程。是。等一下，前往朱颜之时，必须路过紫商州，去看一下。若那司胜做不了一州之主，朕就罢黜了他的王位。到时候，收复紫商，民众也会心服口服。儿臣遵旨。那个人不是慕寒吗？难道他们之间真的有点什么？我见你在马车里晕倒，便叫人把你带回我府上。二公主不如开门见山，用迷香将我带到这里，到底是为何？慕寒离府太久，长公主会起疑心的。慕寒去了福玉公主府上，去了温福玉府上。好，我都要看看他有什么理由。那我就直说，我需要你帮我。父皇已经老了，待他退位的那一天，便是帝位的角逐之时。所以你要我帮你杀了温言书？不止，我要他死，更要他受尽折磨，凄惨死去。温言书会的那些，我也毫不逊色，只不过对旁人不屑而已。我自始至终喜欢的，从来都是温言书手中的，他爱的，我都要抢过来。我要让他受尽背叛屈辱，疯掉死去。二公主就不怕我把这些告诉温言书？慕寒，我想你是个聪明人，应该知道怎么选择。即便你选择了温言书，对我而言，就是多一条无关紧要的人命吧。你看这是什么颜色的？哎呀，别晃了，
你没事在我面前晃悠干什么呀？我都这么明显了，你都看不出来啊？你眼神不好使吧？我现在心情很差，很想杀人，你最好离我远一点。哼，不知好歹的妖女，你被绿了，你知不知道？吵死了！子墨，备车。枉我穿一身绿衣裳，真是好心当成驴肝肺。真是的，这都看不出来。跟你说的是，你好好考虑一下。姐姐气势汹汹的，所谓何事啊？我的狗丢了，来妹妹这里找找。在家告辞了。等一下，这个给你，你若想好了，便拿它来寻我。绿茶配翡翠，天生是一对。可我怎么看它是紫色的呢？对啊，就是紫色。或许是姐姐眼神不好了。告辞。你去了温福玉的府上这么久，都做了些什么，说了些什么？公主，我只是去喝了杯茶而已。说谎！你那么喜欢去二公主府上，是喜欢温福玉，还是当男宠当上瘾了？公主，我没有。跪着！没有我的允许，不许起来！哟，这不是慕寒侍卫吗？哼！听说你竟不知羞耻的去找二公主，怎么，长公主府容不下你了是吗？适可而止，收起你的眼神。虽说你明面上是侍卫，背地里也是给长公主暖床的，难不成还想杀我？你疯了，在我的地盘杀我的人！他是侯爷的人，舒儿难道不知道吗？我的心狠，可还是舒儿你教我的。侯爷来了。阿叔，君上命我出访朱颜国，
我特意申请，让穆侍卫跟我一同前往。你是在公报私仇吗？开什么玩笑！我们都知道，穆侍卫杀了七丫，可见其功法非常了得，所以有他前往，定能事半功倍。你说是吧？可以，我和他一起去。阿叔，别闹，你知道，外面很危险。他是我的人，当然听命于我。阿叔，你当真这般信任他，竟然还放纵他，杀了雪烟。既然你已经知道了，以后就不要再派人在我身边监视我了，我讨厌这种感觉。有穆侍卫在，你也不用跟我一起去了。可是君上，记住，你是替我做事。承恩后来了。哥哥，哥哥，你怎么来了？听说朱颜国风光无限好，我请求母后让我一同前往，怎么有什么不妥吗？我亲手做了糕点，穆侍卫不妨同我一起上车，品尝一下。不用了，我骑马就好。侯爷，既然穆侍卫要骑马，那侯爷坐我的马车。二公主倒是十分用心。侯爷过奖了。没想到你的手艺还不错。尽是些上不了台面的东西，没想到还引得侯爷勾起了兴趣。二公主将世家公子悉数拒之门外，唯独对一个侍卫用心至此，且叫本侯匪夷所思。姐姐，怎么了？车坏了？我知道姐姐不想我和你坐一辆马车，我就勉强跟穆侍卫骑一匹马。坐我的车吧，我有好多知心话要与妹妹说。公主请。侯爷，赶紧上路吧，时候不早了。穆侍卫，你的衣服为何和阿叔的这么像？这件衣服可是舒儿亲手量身定制的主仆装，怎么，侯爷也想来一件尝尝奴仆的滋味儿？以后我们就只穿红色，这样就看不到鲜血了。待到下个驿站，我要再买一匹马。时候不早了，还是早些上路吧。驾！阿叔，我已经为了你，将所有的闲杂人等尽数清走。你们去朱颜国，怎么都不知会我一声？你跟着来做什么？临漳人都知道，我娘亲是朱颜国的郡主。带上你有什么好处啊？好处多着呢。停，等
跳一下。你先来吧。我帮他跳。我选这个。我满眼全部都是红色，我害怕。这不是你最喜欢的颜色吗？穆侍卫跟我喜欢的颜色一样，我替他收了。再跳一个吧。就这个吧，红色喜庆。可以。难道是我多想了？阿叔，我有事找你，走。哥哥，你弄疼我了。阿叔，你最近很奇怪，为何如此反常？难道是我因慕寒影响暴露了什么，引来了他的怀疑？反常？我听不懂你在说什么。自从我们从紫商州回来，你便对我日渐疏远，平日的行为也不似往常。在这世上，人怎么可能一成不变？再说了，爱一个人，必须要一心一意吗？况且我们的关系……那又怎样？寥寥世间，万千挂念，多少如愿。问了千遍，谁在撰写你我夙愿？睁开双眼，你的笑颜似水流年。沧海桑田，愿余生可与你长相恋。不惧风雨，愿你我之间，世间欢随遍。若能如愿，你我之间，永远当终点。面对的深渊，你我之间，何惧这梦魇？终一天，沧海不变，容我再不听你笑颜。睁开双眼，你的笑颜似